他发音那个声音那个嘴啊。对对，那声音。他以前是我们班长，对，我们 Stanford 大学的班，我去过2个，没有他是我们再练一练。那你要现在干嘛？我们同学，首先换到 Level Pass 里。女儿呢？好啦，有一条那就够了。好了，你这几点啊？4点啊，你讲，先。